狼來了。很久以前，有一個小男孩兒，他住在一個安靜的村莊裏。村子裏的人都有羊。小男孩兒的工作就是放羊，他要保護羊群不被狼吃掉。放羊很簡單，但是一點意思也沒有。真無聊，小男孩兒說，我想來點兒刺激的東西。突然，小男孩兒有了一個主意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張開嘴大喊：狼來了！狼來了！救命啊！狼來了！整個村莊都聽到了小男孩兒的喊聲，他們停下了手上的工作，每個人都很害怕。村子裏的人向小男孩兒跑去。狼在哪兒？狼在哪兒？一位老人問。羊群沒事嗎？一位婦人問。但是狼沒有來。小男孩兒捉弄了大家，村子裏的人都很生氣。第二天，小男孩兒又在放羊。昨天真有意思，他說，我還想玩兒。小男孩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大聲喊道：狼來了！一隻又大又嚇人的狼！狼來了！小男孩兒的叫聲又大又清晰，每個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，每個人都很害怕，他們跑向小男孩兒。狼在哪兒？那位老人問。但是當然沒有狼。小男孩兒又一次捉弄了大家。如果沒有狼，就別喊狼，他們喊道。那天傍晚，小男孩兒準備要回家，突然他聽到奇怪的聲音，是一隻狼。小男孩兒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用盡全力大聲地喊：狼來了！一隻大狼！救命啊！狼來了！每個人都聽到了小男孩兒的叫喊，但是他們以為他又在搞惡作劇，所以沒有人理他。狼追趕並吃掉了羊。第二天早上，村裏的人都出來尋找小男孩兒。羊呢？發生什麼事了？婦人問。狼來了，我大聲叫喊，但是沒有人來。小男孩兒喊道。當你前兩次說狼來了的時候，狼真的來了嗎？老人問。沒有。小男孩兒尷尬地說。那麼為什麼當你真的看到狼的時候，我們要相信你？老人訓斥道。沒有人會相信說謊的人，即使他說的是實話。